2010年第10題，咁下邊有3張工作表係關於個跳水比賽嘅。咁第一張工作表係儲存咗啲國家代號同埋國家嘅名稱啦。咁而第二張工作表呢係儲存咗啲參賽者嘅資料嘅。咁包括咗佢嘅代碼、姓名、出生日期、國家代碼等等啦。咁而最尾呢個國家就係我用寫公式去揾佢出嚟嘅。咁而第3張呢係儲存咗嗰啲分數，咁啊參賽者031呢，國家就 CN 嘅。咁分數有5個分數，咁最後得分就係呢一個啦。咁後邊一個名次。問題 A， 如果我哋喺第二張工作表呢個 E2 呢個地方度寫個公式，用個 lookup 嘅公式去揾翻究竟佢隔離嘅代碼係咩嘅國家，譬如 CN 係邊一個呢， RO 係咩國家呢？然後再將呢個向下複製嘅。咁呢條公式要寫嘅話呢，我應該喺第一張工作表要先做咩功夫先呢？咁答案呢就係要先將呢啲代碼全部排序先。咁因為 lookup 係需要呢，就呢紮資料係要先排咗序先至可以揾到嘢嘅。第二，咁 E2 呢個 cell 個公式應該點寫法呢？咁我哋首先用個 lookup 呢，就要揾翻左手邊，然後再回傳翻右手邊嘅資料。咁所以 E2 呢一個 cell 嘅公式呢，就係呢等於 lookup。咁 D2 就係隔離嗰個代碼 CN 嚟噶啦。咁要揾邊一度呢？咁就係 A2 去到 A9，咁就係先揾咗第一行，揾到嘅話呢，就要第二行嘅資料。咁所以呢，就 B2 冒號 B9。問題 B， 咁假設試算表每次只能夠按2個欄位去做排序。咁如果我哋想排序呢，係有3個資料，咁先排國家代號啦，再排出生日期，最後先排個姓名，由細到大排列。咁應該點做法呢？咁個答案就係我哋先用咗個出生日期同埋姓名先做一次排序先。咁排完咗之後呢，就先再排個國家。咁即係分2次去做排序。問題 C， 咁佢個參賽者有5個分數啦。咁最後個分數係點樣計法呢？就係要撇除咗最高分同埋最低分嗰2個唔要，咁啊計翻其餘嗰3個分數。咁個公式應該點寫法呢？咁答案呢就係呢，我用翻個 sum 啦，加晒5個分數先，再減翻個 max 同埋減翻個 min， 之後再除翻3。問題 D， 咁我哋喺呢個 I 呢個欄裏面呢，我要加個公式落去，揾翻個名次。咁個公式點樣寫法呢？就等於 rank， 然後 H2 係隔離呢個分數 9.7 呢個啦。咁然後 H2 冒號 H25。咁喺呢集分數當中，佢排第幾呢？咁啊將呢個公式就再向下複製。咁複製之後發覺個名次係錯嘅，咁點解呢？咁原因就係唔記得加個錢落去。咁應該喺翻2同埋25前面加翻個錢就啱噶啦。問題 E， 咁我哋試下利用翻最右手邊 J 呢條空呢個欄呢，就去揾翻啲來自中國嘅，而且係頭10名參賽者嘅總數，即係有幾多個係入咗頭10名喺中國嘅呢？咁個方法就係喺最尾嗰欄呢個 J2 度呢，就打入個公式，個公式就係 and 啦。咁第一個 and B2 等於 CN 嘅係中國嘅，咁第二呢就 I2 呢係要細過或等於10，咁即係個名次呢細過或等於10，咁呢就係 true 噶啦，否則就係 false 啦。咁第二個寫法呢就係可以用個 if 啦，如果佢係CN 又係細過10嘅話呢，就1，如果唔係就俾個0佢。咁最後呢就向下複製，將佢一路抄落下邊嗰度。咁然後呢再用一個 sum 將佢嘅總數加起晒佢，咁啊將右邊全部加晒佢，咁啊得到個總數啦。第二，我都可以透過呢個樞紐分析表呢，就做翻個結果出嚟嘅。咁啊方法就用翻國家嘅代碼啦，等於 CN 啦，名次細過等於10啦，做一個行同埋列啦。咁再令翻樞紐分析表裏面嘅項目個數功能呢，做一個計算總和。F， 咁我哋可以利用翻 Excel 裏面嘅小計嘅功能 subtotal 功能呢，就去揾翻每個國家嘅參賽者嘅總數啦。咁首先係將啲國家全部排晒名次先，咁然後呢，用翻小計嘅功能呢，將個項目個數作為國家欄嘅函數。咁而項目個數即係佢個 count 出現咗幾多次。要做一個圓形圖嘅話呢，我哋可以先選取國家嘅代號啦，同埋嗰啲小計嘅數目啦。
再運用原型圖嘅工具呢，做翻適當嘅標題同埋個圖例。原型圖做好之後呢，我哋可以將呢個原型圖呢就插入一個文件裏邊，方式可以兩個，一個係連接 link 呢，一個係嵌入成個將佢擺落裏面。咁兩個方式各有優點。咁連接有咩好處呢？係檔案比較少，因為兩個檔案係分開獨立嘅，只係加個 link 落去呢。咁而嵌入呢係成個擺落去。咁就算呢，你原本嗰個 Excel 嗰個檔案俾人哋刪除咗呢，咁用連接方法嘅話就冇辦法再顯示翻出嚟啦。咁但係用嵌入嘅方式嘅話呢，佢係永久地嵌入裏面啦。咁所以呢，就算俾人刪除咗呢，都唔會影響佢個檔案嘅。